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接亲来，阮是伤心来消散。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有的歌是诗行甲讲歌词读出来，耳孔边的旋律就浮出来。啊，毋若这条车站，还佫有春夏秋冬，还佫有往事莫提起，还佫有一步一脚印，拢是同一位作词作曲家发表伫咧台语歌坛经典的作品。少年的时阵，伊栽培艺人用唱歌拼输赢，人生行来到这，伊语达幕呢，用音乐讲故事。今日心所爱的歌，咱要来欢迎台语歌坛的独行侠。真正歌谣的艺术家林瑞立老师，和咱见面做伙来开讲。你若甲伊开讲的人，你就知，你问讲你介臭屁，你若做臭屁，伊比你更较臭屁。伊即个人是有一点仔傲气，但是伊尊重专业，所以伊即个人足立体。伊介固执，啊，伊嘛介开放，啊，即个固执甲开放，到底即条线是一道？你要先等伊，等伊即个固执的物件先讲互你听完了，你才甲导引出，哦，你的想法是安尼，啊，无我即马即个想法互你参考，伊讲赞，迄叫做开放。所以有人无了解伊，可能会伫即方面吼。哦，甲讲啥拢袂使，迄也袂使，爱拢讲伊讲的，伊要安怎就要安怎。其实不是这样，伊咧讲话，你知伊是过动儿，你知？伊咧讲话吼，那像个机关枪的，你若无甲讲发逗点，伊袂晓逗点的。他是一个想法、梦想跟实行力并在一起的人。伊想要啥，就去做啥，想要，所以伊迄个过动的状态之下，他会觉得边仔人甲伊互动，伊真孤单，真孤单。你感觉伊讲的人无人听有？所以伊即卖会创作的概念来讲，我感觉愈自由。啊，伊想要做伊家己啊，伊想要唱伊家己的歌，真欢喜吼。咱伫即个人生呢，若用春夏秋冬来讲吼，伫即个秋天即个境界内底，咱来熟悉吼。啊，即几年10几年的时间吼，甲你熟悉到即嘛，啊，我要甲你算祝福啦吼，就是讲你还能完全保有你即个童心甲。你的梦想甲冲劲吼，啊！伫未来呢，我感觉用春夏秋冬幸福事务所做你的小基地来完成你的大心境，啊，互真侪爱你歌的人吼，甲熟悉你的人来甲你的分享，吼，这是我对你上大的祝福。暖暖的太阳，照着花蕊可爱的笑容，纯净净的牡丹天芬芳，望呀望呀望呀望春风，温暖暖的太阳，突然间失去了形状。平静静的海涌起波浪，阮的心情一片白茫茫。一阵风，一阵雨，一场风雨阻碍咱相逢。一阵风，一阵雨，请人叫来你爱甲这呢香。暖暖的太阳，照着心内的悲伤。遥远远的天气在何方？为何放阮寂寞在他乡？
纯情情的牡丹电芬芳，梦呀梦呀梦呀梦春风，温暖暖的太阳，突然间失去了形状，平静静的海涌起波浪，阮的心情一片迷茫茫。 一阵风，一场风，阻碍咱相逢。一阵风，一阵雨，请人叫来你爱甲这呢凶。温暖暖的太阳，照着阮心内的悲伤。 遥远远的天气在何方？为何放阮寂寞在他乡？一阵风，一阵雨，一场风阻碍咱相逢。一阵风，一阵雨，请人叫来你爱甲这呢凶。 暖暖的太阳，照着阮心内的悲伤。遥远远的天际在何方？为何放阮寂寞在他乡？ 你定着会真爱听伊写的歌，毋过咱真罕得看到伊的本人。咱来欢迎台语歌坛歌谣的独行侠艺术家林水立老师，老师欢迎。你好，柯经理好。哎呀，互你甲我安尼开场安尼讲，我歹势。吴老师足诚意，因为咱知影，咱知影讲你身为一个艺术家，一举难谋咧，毋是讲为着名，为着利。我相信你毋是讲为着要趁钱才写歌呢。 你是为着讲要感动家己嘛，感动别人才写歌。我毋是特别为歌手所写的歌，是咱的生活记录起来。可是呢，记录起来歌曲到最后同重要嘛是要发表。所以呢，到尾我会用这个歌曲呢来找会下的人，哦，希望借用伊的这个歌声，来传送出去，这最重要的。 1990年代初期，是老师上发挥伫台湾上届拍拼，嘛上届趁钱的时阵，也有车站，也有春夏秋冬，也有一步一卡印，搁有感谢你的爱。吼，老师，迄个时阵真真正正有啥朋友甲无像对无？因为创作吼，它是甲你的环境，甲你当初的迄个记忆是有连做伙的。 足早以前，我就是要用这个来做我的职业，我的工作。不过呢，这是一个真漫长、真遥远的路途。可是当你有机会当接触到、把握到，会个甚至是拄到真好的一个歌者，会当把你的歌曲，会当真完满的、甲你真完美的表达出来，啊，市面上啊得到这个掌声甲肯定。对这个创作人，他伊本身是足大的一种鼓励，所以伊迄个时阵，伊当然是无其他的想法。 一定就继续经过创作中创作，所以每一个创作者吼，不管所有的艺术拢共款，美术也好，摄影也好，哦，包括音乐，一定每一段时间拢有伊的这个人讲的低潮甲高潮期。啊，迄个时阵就是所有的精神就是一个完全是属于完全拢发挥啊。你踏入业界，我所在是对宣传这个工作开始做起。我要进入这个行业，我无法度会当直接就进入这个制作的这个音乐的这个部门，所以呢，我想入去这个唱片公司呢，有机会接触到唱片，啊，所以呢，公司的分配是，在我认为，只要你捌到这间公司的所有的这音乐的部分，那就代表你已经有接触到音乐啊。我是因为安尼，啊，所以一开始公司的编制是伫这个宣传的，啊，宣传的这个工作，
人讲的就是讲，即摆叫做经纪人。啊，其实在迄个时代，宣传就敢等于光桥啦，吼、你的角色就是将你手头的这个产品推销伫个外口，会让人希望肯定。这是产品是活是人，所以你如何让让消费者会当肯定，也下面甲也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这个条件啦，哦。所以其实我做真侪年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工作吼，影响真大，我对人生的这个百态。对我的创作实际上是真大的帮助的。因唱片公司讲，你和我做啥拢无要紧，对迄个时阵是超几岁？迄两阵啊，其实我迄阵已经30岁啊，所以我其实我起步较慢，因为起步慢的原因是因为无机会接触到这个行业，所以呢，迄阵呢，我咧做这个工作时，做宣传的时候，我足努力的。啊，迄个时候你有热情嘛？对啦。啊嘛，因为遮尔拍拼，我所知，迄当阵大经唱片公司，当年嘛，对，啊，遐个艺人，华语的艺人，互你安尼甲唱，带去各所在咧，继续访问，继续宣传，继续发表新歌吼，红的足济呢。真的，人生的记忆到了，有的演员我拄了头一个歌曲就是蔡小虎，就是样我拢准备好啊，所以我拄了这个歌手，真好的歌手，歌曲到了，啊就这样出来。老师，咱嘛实在讲，真侪遮外口电台、播音员、电视的主持人，对待艺人一款面，对待咱宣传，对，又搁是另外一款面。对，我这讲这吼，这真侪，其实冇真侪心酸的这个过程。我感觉这心酸的过程，这种是我创作一个元素。我离开大公司后，我需要生存，需要这个费用，所以我要接过迄款，人家己出唱片的吼啊。去南部电台无熟，啊希望我带，啊我就讲我安尼带你一礼拜吼，啊开车你去，带迄歌手，啊人啊请当地电视电台，电台迄个时阵是真势力真强嘛，会红袂红拢需要因的迄落。有一遍我带一个歌手去吼，去伫个台南，啊结果呢，台车食饭的时阵，啊大家拢会啉烧酒，啊我袂啉酒，啊所以啉一杯两杯哦，啊迄歌手是因为嘛无名气嘛吼。啊，伊嘛毋知嘛，咱靠咱大家讲，在电台界遮好朋友，甲斗相共讲，人既然敢来，你来甲伊宣传、甲伊访问啊啥，咱就共拜托。结果有一个甲我真好，就甲我叫喺边仔甲我讲吼，哎，你乃带这歌手来吼，你乃等于为大牌、中牌一直传来，这无牌伊唱了无好，你乃啊你啊伊毋知讲这生存嘛，你也需要这个费用哦，啊所以啊伊嘛是需要去做宣传。尾后啊小可啉茫茫哦。啊，去洗手间咯，整个一觉困去，出来时，所有的电台的朋友侪拢走了，啊，拢走了，就是因为看讲啊，你呐，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哎呀，那为了这个歌手，啊，咱为了这需要生活，啊，我来做这个代志。可是，遐好朋友听的人会感觉讲，他有点替我抱屈啊，你就对了。啊，我感觉讲，我这个时候做这个角色，我就是做这个角色。啊，恁伫外口，恁咧所求，恁就先完以后，我才出来。啊，其实我就伫个洗手间内底才困去。老师，这足心酸呢。啊，是讲你哪会要离开大公司，哪会要家己独立，家己创风林传播？你讲的这个代志是甲这个公司，甲有一天伊改组，也是外国公司啊，换人啊，啊，所以啊必须伊咧做公司内底爱改组所有人，啊，所以做明显的，比如我和其他一个同事都是安尼就要离开这个公司，其实是很不愿意的。向就签两个，一个向就是为了歌唱比赛，一个叫做林淑珍，啊有一个叫做蔡秋凤。逐工下晡，坐我办公室面头前就讲啊，林大哥，你莫甲公司讲紧甲我出唱，因为歌手侪爱叫排队啊。啊，第一歌的歌手就变做伫个迄个公司内底社会地位就较无落。啊，咱就多少有一点这种小权利，我就讲，嘿，我会当尽量甲你的排列组塞到头前去，甲公司的制作人后会当塞到头前去去。所以后来离开以后，秋风嘛离开以后，所以经过真济，为了一啲蔡振南老师呀，阮才个也能够接受，这个都有他的有这个因有这个果，一直连结的。春风
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网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网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网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老师，少年的时阵，是安那样对音乐产生兴趣？头小也是一天，你食饭的时候，爸爸摕一个哈莫尼卡你分口琴，我哪厉害，哪好听，来一个口琴会当分这个声，我感觉这是我最大的头小啊5年向前的头一个启蒙，足感谢阮许多人哦。虽然我是读工科的不过过程当中你做音乐生音乐伊拢伫咧边仔拢看在眼里，包括我妈妈也无人也不会去主动，所以这个学习我感觉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我读书时代的时阵，读册桌顶看的是老师咧上课嘛是册啦，不过我看的是音乐的册，所以真侪人无了解，其实我有做自修家己真侪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是金韵奖第1届的，其实我算起来足早了，跟音乐就有结缘，有接触到。就是没有机会，一直在这个一项子的比赛台顶自弹自唱，紧张看到评委，唱着紧张，所以无入围。不过呢，那个时候呢，因为迄间唱片公司的这个企划人员冇写批给我鼓励
伊讲啊，你的创作吼，讲迄落你唔通不要失志吼，安尼。导师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哈，跟我还蛮，我们就很好，也互相鼓励。迄人叫做赵树海。哦，吼，啊，向阵伊，阮尾啊，我的头一首歌，结果是伊教我卖的，吼，伊帮我去卖一条歌曲。伊卖一条歌，教我卖一首歌曲的时阵，是有一个伫唱西洋歌曲的一个歌手吼，叫做周林一下。啊，卖一首歌5000块。所以我常讲这个故事，我包括跟我厝的人啊，跟我的女儿讲说，我卖一首歌5000块哦，就去罗斯福路遐一间乐器行哦，去买一支吉他5000块。安尼你写出来头一条台语歌，又搁是倒一条？其实迄首歌曲吼，迄首歌曲我写真侪因素伫内底，哦，足久无唱了，当我唱首歌，叫厝的人听了讲，啊，你哪有这首歌，我哪拢毋捌听过吼，啊，你歌词。我说对，我写2段歌词，无同款的内容。可是首歌曲吼，真表面的文字，可是内底吼有足大的一个对一个人的这个意念跟故事伫内底的。家带秋风，秋风子啊，搁再一摆结缘，伫爱丽亚唱片内底一条《水莲花》，敢是这条？对，这首歌曲写的吼，真特定一个人对一个人写的。其实迄条歌的写法啦，因为我有要来以前，我有听阮的我的工作伙伴有听了讲，你对这条歌的这个，所以我平常心讲吼，我很感动，因为无人教我讲过这首歌，啊，也没有人会注意这首歌。我写这个歌吼，其实你听到的秋风唱的，到尾我阿庆去唱吼，其实拢毋是原始的心内所想的版本。这首歌吼，今年我差不多应该同少应该有20-30年，我毋捌记到这首歌。所以这2天听你甲我讲这首歌，听阮我的伙伴甲我讲，你有提起到这首歌去，我足大的惊讶，你知道？所以我昨转来以后，暗时啊，回味你想到这首歌去，啊想到当初这首歌会出来情形吼。水莲花，是不是？看着天顶的月，嗅着水上的花，水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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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混沌的溪水上，孤单在黑暗中。写人的老街，纯情的花蕊芬芳，听着阵阵雷声，引阮心头惊惊。水莲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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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风雨中，无人替阮悲伤。水莲花展开着坚强的笑容。毋是干那你练国情吼，即马嘛深深感觉讲，哪会到这当阵，到30年后才听到你原作者所唱加倍感动的版本。拄啊讲我的父亲啊，伊是一个，我感觉伊就是一个艺术的人。只是生在迄个时代，伊无互伊机会发挥的，哦，所以阮伫阮的古早我是住伫家人，阮是一个矿区长大的小孩，啊，伫厝的门口吼，伊用迄个砖啊贴一个这个水池、水池啊，吼，啊，家人拢落雨嘛，啊，伫迄个水池内底，文种莲花、睡莲，莲花呢，我常常暗时啊甲看。莲花暗时才会开，白天就合起来。所以我水莲花写的故事，就是为遐段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延伸到后壁，写到后壁来，2段歌词讲的意思。头一段写的是了，另外水莲花展开的坚强的笑容，其实它是会开的，伊暗时开，白天合起来。哦，啊，我用迄来比喻，其实向阵的台湾景气足好的。大家拢做好的，可是我做歹，
就说是人生的这个低潮点，好啊，所以我们台湾让人家好，啊，干嘛这个世界之大哈，这个环境啊，自己为什么这样？所以你人东西在他的高低潮时，你如何用自己来，有人是戒酒啦，有人吸毒啦，有人麻醉自己啦，有人做这方法的。我感觉我还算还好，我用我的这个吉他，我那个音乐我就创作，用这音乐，用这歌，自己来给自己哈，这种让他打气啊。老师，咱翻头来甲想吼，你这个 melody， 这个旋律，伫迄个时代吼，我那甲一般的台语歌无啥相像。对，啊，样阵有人甲我讲，迄歌修雅这歌词即摆伊拢分酒嘛，迄个时代台湾真好嘛，大家拢真富啊，很有钱啊，所以感觉你咧歌词啊，我受的教育，甲我接受的物件，我写袂出其他即款的。老师，啊是安那？这条歌尾来摕对邱凤姊啊，摕对蔡振南老师遐去。遐我落咧家研究，所以迄当阵这个机会，我都有写了这歌，因为写出来啊，邱凤看到，蔡老师看伊讲，无来，你囥下来讲，敢无下？伊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囥下囥咧，也算一个好意啊。对我来讲，真难得讲发表嘛，所以就是安尼来啊。当然无抱真大希望啊，不过再总是讲有机会发表嘛。因为在迄首歌以前，我伫个当年时间发表一首歌，对一个创作的人，对一个爱音乐的人，伊伫个前半生，伊迄时间遐尼长时间内底，伊无有机会当发表，你会使换位思考想一想，你会觉得哇，有人唱呢，啊歌唱我嘛算红啊，所以你会欢喜嘛。虽然无一定是所理想的，你家己想要安怎表达这首歌给迄个，可再安尼讲，你家己感觉是一种光荣啦。往事莫提起，斗阵何必提起迄当时？小日的不如意，勉强来听分开。我犹原思念你，我思念你。叹着今夜的娘烟，你含陪我睡。人生可比一出戏，往事何必搁再提起？目屎欢喜水归暝，往事莫提起，斗阵何必提起迄当时？小日的不如意，勉强来听分开。我犹原思念你，我思念你。叹着今夜的娘烟，你敢陪我睡？人生何必一出戏？往事何必
着目屎汗去醉归暝。做宣传，伫大公司捌发推过，嘛捌家己做头家，家己带艺人。啊，到甲什么代志，互你下定决心讲好，我可能开始有写歌，我一定要大量发表，甚至爱找新人，爱栽培学生。什么代志引起你这个决定？这无啊，什么引起了？我做早就决定了咧。我一直，我做代志，我习惯我的逻辑哈。我是一个前瞻性的人，我喜欢想。现在想以后的代志哦，时间到会发生什么？我是一个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拢会想以后什么，因为人卖到迄个时阵再来后悔，所以我拢较做喜欢创造一些前瞻性的事情。所以要做这个艺人，要做艺界，这是我一直存在的想着。所以我感觉我迄个过程当中，我袂使浪费我的时间，我来创作。所以我沿路我落去创作。所以因为安尼，唔知创作后面都有这个缘分，迄个。阮一个电台界这个大佬，迄个梁山大哥，甲引荐蔡小虎，是安尼来的啊，所以蔡小虎歌曲我们就这样结缘。哦，啊，你甲小虎哥做歌了后，过落去甲秀卿姊也做歌。头拄仔阮听你咧唱《一阵风一阵雨》，这我哪写互秀卿姊的歌，啊，搁甲秋凤姊也搁继续做歌。伊离开爱你啊，有休困一站足大站。照我所知是，你去搁甲吹出来。你去佮甲牵出来讲来唱一步一卡音，这完了你用心计较写的歌。是有一天我伫咧看一本书的时阵，有去看到这5字，一步一卡音，我也感觉很贴切、很写实，也很吻合迄个时阵个人每一个人的心境，所以我就用这5字来做标题，创作这首歌曲，而且。迄两阵我甲曲风做个结缘，啊，我感觉就用他的人生过程，所以伊唱曲歌曲看，敢若是针对伊写的，无毋对。可是内容每一个人拢会使去感受的，其实是我讲我家己故事，嘛会使讲伊的故事啊。这条歌内底有迄个钟雅的词，露水滴落心，有迄个足感动人。迄个时间点讲日出见光明，迄敢是3更半暝写出来？对。有一天啊，我已经带小虎哈，啊，阮拢定定阮安尼南北二路安尼走哈，啊高速公路安尼来回安尼定安尼，因为小虎住高雄，所以我一边去高雄时喏，啊为高雄要转来台北，啊小等休困啊真冷啊啉咖啡看，结果呢车过开的时阵发觉，伫我面头前的玻璃窗仔门的车的月娘拄伫我头前，月娘。我发觉我是对着这个披星戴月，对这个月娘咧行，对这个月娘行，啊感想突然间一个感想转想出来，哦，我家己感觉人生家己感觉都飘飞咧，啊比人较不一样，对，啊那感觉比人较不一样，哦，啊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迄个世界的迄个命格，啊所以因为安尼开始了那想，那做了迄个感想转。然后讲，哦，啊，转来到台北啊，透早转来，日头嘛出来，所以用同美古音来做日出见光明，是安尼来的。老师，互我先来一个，这条爱搁小撒，互所有的朋友吼，真正听原作者加倍感动的版。飘撇的歌声，飘撇的人生。偏偏人生比人较无用，世间的歹环境总是需要你，日出定是求安定，一步一步一脚印，露水凉个冰。孤孤单单的心情，
天星体会阮，一步一步一脚印，露水滴落心，恩恩怨怨说好情，日出见光明。漂泊的男性无需要同情。对啊，所以当然，秋风唱到改做漂泊的路线，就改歌词。当然一路走来，他有很多的过程啦。你甲伊吼，3摆结缘，缘分足深。对，伊做未成年，阮就甲你结缘对。所以偶尔伊嘛是会甲我有联络一下吼。对，因厝的人甲我嘛拢真好，对，也蛮依赖我，就定定讲，无找你要找啥人啊咧？我讲我敢若欠你这个真传统的咱一个台湾人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种生活方法。你酒薰这方面的歌无低调，咧写鼓励志气的歌，真正家己心情的歌，写家己目睭来看到人生、体会到的歌。有法度写甲讲，全世界咧流行，真正迄个真温暖打动人心。感谢你爱这个歌，真正台语歌，去到全世界拢有搁较侪扑个声，真趣味啦吼！无论如何哦，他总是有一寡，你只要一直做吼，总是在沿路会看到无同款的风景，转个弯看个物件也无同。都市，霓虹灯闪闪时，孤一个飘浪在他乡外里。惜别的彼当时，约束的日子，今夜露水陪阮等几暝。故意，阮是故意，环境叫阮离开你。为什么？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阮是故意，阮是故意。爸母叫阮离开你，为什么？为什么？一场纯情美梦，美梦变成空阮是无爱，阮是无爱，爸母甲你拢是阮的。都市，霓虹灯闪闪时，孤一个飘浪在他乡外里。惜别的彼当时，约束的日子，今夜露水陪阮等几暝。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
什么？一场纯情美梦，美梦变成空啊！阮是无爱，阮是无爱，爸母甲你拢是阮的爱。小甲阮回想一下，阮毋是故意，甲小凤兄熟悉，原来毋是故意的，是吧？真的，我一直感谢吼，咱人生当中哦，人讲贵人吼，当然贵人，我认为是家己，因为你家己本身你得爱坚持做你家己所捌的物件就好啊。我一辈子我干那样做这，哦，不管做啥个，走不了你做这项物件。所以因为我准备这个歌曲，我因老有将家己的心情创作这个歌。所以咧，迄边的机会为缘分，透过梁山大哥介绍蔡小虎的时阵，我是正经拿一支吉他，专工去台北去高雄去找伊，我全唱给伊听。伊是一个真挑剔、真很龟毛的迄个，可是呢，迄才是态度哦。所以伊绝对出来，绝对是一个歌者，绝对是一个明星啊。因为伊对音乐，伊对伊对家己的歌声，佮对伊要要求的歌路，伊真哩要求真少。所以当初就像伊唱这条，我摕这首我毋是故意予伊的时阵，伊听到讲哇，这个因为你这是歌13度的吼，哇，唱歌会当予伊真会当，让他会当予伊发挥伊的唱歌伊的功力啦。啊，我是心内想做难得讲，哇，那有一个这个人声音这么好听的声音，将我的歌曲这个安尼表达这么好。这对我做一个创作人是一个真大的这种安慰的呢，非常非常，我感觉哇！啊，真有机会大家合作，咱两个合作，我们共同去一个市场来打拼这个市场。迄个时阵，小虎兄5等奖已经过关啊！啊，讲起来是小济人要找伊。对。大家拢甲讲，你来我遮条件较好。对。啊，你迄个时阵，老师，咱天龙讲，你敢有知条用什么条件来甲拜托？梁山大哥介绍我的时阵，讲有一个有拄，我竟然无去看到迄个节目，我遇到这条就去讲，我哪会无去看这个节目，这个人，所以有拄有关。所以甲伊见面的时阵，我根本就唔知讲，伫咧这个市场已经是有一个行情伫的啊，所以我嘛唔知啊。可是呢，这个梁山大哥呢，我作品我互伊听过，还佫知影讲我做这个宣传的工课，伊感觉小好，阮爱甲做伙安尼。所以小虎伊是听这个歌，伊是听这条，我毋是故意，佫往事莫提起，伊个车站，佫海风海影海茫茫。我摕这4首歌互伊听，我唱互伊听，伊听了我毋是故意讲，哇，这条歌做伙。我颠倒我是甲讲，往事莫提起吼，佫较好。伊感觉往事莫提起，较老口啦，较老啦，唱了袂够起磅，伊感觉我毋是故意安尼。所以我迄阵其实迄阵也无公司，就一个人，所以真的也很感谢他哈，以足大这个冒这么大风险哦，跟着我了哈。对我是签了伊以后，我当去找唱片公司谈合作，安尼。所以这是我尾后听伊讲，才知影讲伊真侪唱片公司已经碰到钱要甲伊签嘛。所以你看这真无简单，所以小虎伊甲即马佫伫台湾这个歌坛会当安尼。真的是无话讲，这是后生晚辈真的要，较直接讲法，他真的要甲伊学习。你若无讲，我毋知影讲原来幕后嘛是梁山兄促成这个缘分。对。讲起来，伊嘛是你重要的贵人。是啊，对啊，伊是我重要足大的贵人，所以真好笑吼，伊安尼。你看，我甲伊讨论讲了啥？伊对音乐的、对歌的唱法，伊非常的真会当对歌曲了解个程度，我总是我欠伊一个情。我直接讲哦，我足想要希望哦，我要报伊这个恩情哦。我希望一天哦，我写一首歌送因查某囝，很自然。
咱姐甲国情是足接近，伊足听我的阿姊，所以我相信今日你讲的话吼，伊唔知这我共款期待。是我即摆我一直放在心内，因为当然台湾每一间公司有个制度，所以我真的很想上一首歌，这是我感觉讲我会当报恩的方法。小虎真的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将我的作品表达之后，我们有机会这样就等于伊就是一炮就红了呢。海永海茫茫甲车站，小虎兄无敬着，尤其这条车站，敢袂感觉讲安尼无敬着足可惜的？无，其实这首歌曲我写好以后，有其他唱片公司有听过，包括当初嘛有名的歌手有听过。不过向我心内一直想讲，我希望会当爱惜这首歌曲，爱这条歌的人嘛爱惜我，因为我第一行做遮久，做遮尼把握着，我感觉我做任何的做内行的，你会当看到我做的工作的内容上，我希望会当这个歌曲，等来讲连人甲歌来合作的，变做敢若买一送一同款啊，你知道？我希望拄到这款有缘分的这人啦，可惜一直无这款缘分着。所以蔡小虎，我有机会甲伊接触到的时阵，我一个歌我就当然是真欢喜，就将所有的歌曲拢摕出来，你听看卖吼。结果一听到车站，一听就讲哇，这条歌足好诶。不过呢，这首歌曲吼，女生来唱的佫比大部的佫较好，所以讲甲讲林大哥你唔好卖浪费，这首歌放在后壁，以后你若有找到其他歌手。女生的，你就留去唱，所以这是无几个歌手做会到的代志。伊向对伊若讲要爱什么歌嘛，拢可以啊，因为他等于是我第一个刚才家己的宝贝啊嘛。我什么歌什么嘛拢可以啊。结果伊讲，卖讲海风海涌海茫茫吼，这首嘛感觉那女生唱可能较下，所以尾暗得就两首就是往顺麦地基甲我毋是故意，也因为安尼，迄两首歌有机会再讲，甲拄到阿庆的时，就阿庆唱。就安尼个诞生一位台湾的这个全世界，对。所以人生等着秀庆子啊！这故事佮讲的佮真长啊！景其实伫这个行业，我感觉伊食的苦比小虎的苦较细。我感觉他伊这个做艺人的一个特质包括小虎，包括阿庆，我伫咧因的身躯拢有看到足清楚，所以有曾经。有人讲，你家己创作，你哪有家己歹唱？不，我唔是台面的人。每一个人爱认同家己，伊每一个人伊家本身的伊这个认清自己，家己知。我唔是，我将好的物件好找到好的歌手来唱。所以阿庆他是一个100%一个，就是食这道饭的人，伊食过苦可能我真清楚所以当然每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规定啦。只是我感觉讲，以目前的这个，伊目前的记忆啊，甲伊的生活啦，甲伊的目前所享有的这些公民啊啥，我拢感觉这个也真的不为过，这个受之无愧啊。就是说，这个，我真的很感谢伊把车站诠释得这么好。不过伊唱这首车站我常常拢在做一人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分享这个代志。伊正经足都唱1年啊！我互伊伫咧一间我办公室的房间，足都连唱1年。伊唱到后壁来，我常常哪唱哪样子讲故事互伊听，讲伊的记忆，讲啥。开始佫无讲，因为真好唱，唱歌啊，洗完底角拢足好唱。我唔是安尼唱，我唔是安尼唱，你莫安尼唱。这歌是爱安尼唱我做点示范来听。到尾唱到后壁来，1年来底甲春天、冬天、春夏秋冬啦，正经春夏秋冬，唱到热天过身、秋天来时阵，有无共款啊？见面唱逐面就哭。我感觉我讲迄个故事，甲讲伊的记忆我感觉已经甲这个歌已经有进入啊。所以迄年阮秋天时，阮才开始录音。所以伫当天才去才发表，安尼，所以头尾都足都连几年啊，所以变摆今摆来连唱，今摆来唱到无前个礼拜就哭，就我爱控制家己啊，这种
咱就所以这音乐吼，这个歌词甲曲吼，像现在回头来看这个，真的是家己嘛，感觉讲你何德何能，你也使将家己的感想、家己的记忆，然后化为这个音符，化为这个歌词，啊，透过这个这么好的优秀的歌手、歌者，把你诠释出来，啊，然后受到消费者、受到这个普罗大众这样接受，嘛会使做一个变得真好的一个会当疗愈。这人生，我感觉不虚此行啊。老师，我知影讲故乡的土真凉。你身为一个随风金瓜石的囡仔，去到中国泉州发挥，将台语歌宣传到世界真侪所在。结果近年来，你拢倒转来故乡，付出真侪心情，搁成立家己春夏秋冬幸福的事务所，要为家己故乡的土地，用你音乐的专长，搁做愈侪工课。相信这是你现主时上界注重的代志，对无？我今日来吼，拄啊，咱你录这首《一阵风一阵雨》，我甲咱的后面的那些老师哈，我一看拢做年轻的，哈，咱的非常好，拢无对过了一遍、第二遍就直接来吼。我就甲因讲，录完以后甲因讲，哦，看你来这么优秀吼，台湾你即马有恁这安尼，我真的我就甲因讲，我即马吼，伫个金瓜石的池塘老街，我咧做一个春夏秋冬幸福事务所。啊，啥我会春夏秋冬，因为我迄首歌曲就是当初离家背景安尼2、3年写一首歌曲，所以我迄个所在就用这个名。所以我拄啊咧录影的时阵，介会尾啊录完，甲这年轻的这些老师，我希望有一天，伊们使来遐，春夏秋冬幸福事务所，把这个台湾这年轻人的音乐，这乐手老师，包括歌者引进来，我为小地方来做大事情。我希望会当安尼引领这样的，甚至把这歌手会当，你袂使这个滚石不生苔，你应该会使继续，你才念会掉，才不会断根。老师，阮嘛期待，阮望讲愈侪朋友去到你的事务所，去到金瓜石，听你讲故事。对，啊，今日咱伫心所的歌镜头头前，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引导一个互阮流乱的手艺。老师，请。谢谢。安怎？来，老师对，嘿，来。我啊，老师谢谢。听林翠丽老师讲伊写歌的过程，你真正会当体会古前所讲，伊是艺术家，毋是讲干那为着要名声、利益、地位这款世俗的目的。因每一条歌拢有人生的经验甲过程，每一条对心肝来唱出来的歌，我相信嘛会感动一代过一代台湾人。老师，多谢你来开讲。谢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多谢。